神虽因米家真公，真公娘娘叫心狠水辣，一定要弄杀美妃。叫啥人动手？新宫人王芳。平常你家个王芳有手无落，嘿，但是今朝个王芳吓得来一屁股坐辣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搿来么啦？新妈妈自家喝着。王宫里向这样的你说下来，尔虞我诈，你记得多了，几度时光比较平心。据让举法岸上非我破后死去灭亡。一周年头，原来那真公的脾气，本人父亲上我轻轻上上，几个字概括，心狠水辣，但是带笑是耻。可么是讲，对付那个白发愚者，心田搿张面孔还活络起来着。哎呀，娘娘，怎样？分啥事？啥人当那娘娘做的？那娘娘要该死了，该白要死个。真是。哎呀，娘娘，我也晓得个呀。买什么该游戏在？好皇帝不晓哥哥，他是个养下来个男宝宝，皇帝晓得是不得了噻。当这个太子，将来嘛继任皇位，继任之皇位嘛。买妃该是他妃在，该车上在，你是小娘狗。那么李呢一来嘛，哎呀，我想想那娘娘都要吃苦在。哎呦，到底我身旁边个人，我的幸福想得就是话，我还是这样想的呀。是啊，手艺就是，所以定将美妃去死。是呀，不是啥事，娘娘。买妃嘛，该白药弄杀个，真是！哎呀，弄杀买妃娘娘，我想想别当了，别当了。好啊，我到王房马上才好看弄杀个。但不过娘娘，我心里倒有点怕个。怕谁什么？哎呀，为那娘娘呀，老婆叫聪明不够天资，好皇帝该顶聪明才。不饶买妃，买妃不死；少子买妃，买妃死才。哪能是一个我到王房开弄啥个？根本我到王房啥都要开弄啥个，无也无这个咯。想来想去，别有人指示个，啥人指示？哎呀，娘娘，王宫里向那娘娘顶头啊，好皇帝白相着那娘娘，里呢一来好皇帝又恨上那娘娘。这个嘛，来他手艺就是。皇帝聪明人啊，不是讲的，这一去担心美妃，显得美妃有戏子了些。但是光谁跟别谁当我真公身浪看，自家一来夫妻反目。哎呀，我也不舍得关，那么美妃发杀，绝技不可。美妃了让有戏子，终归是我幸福大位，一定也是之而回夸。那么皇帝他是也欣赏哦。怕的啥？该桩事体我也不错干。那皇帝自家做错事体了嘿，去担心美妃，娘一个我做配。那么呢，你来欣赏哦，总不才至于为此兰宫里向一个冤罪之人，弄我真公杀出了黑哇！不好给北洋的美妃杀。新宫人，哎，娘娘，四代受见虚的漏手定将美妃去死。哎呀，娘娘。我那不是不要弄啥买妃呀，我那想啦，顶好嘛，买妃嘛要洗个，好皇帝嘛反正娘娘们两全其美。哎呀，我顶还两全其美哇！哎呦，刚大这个两全其美，不知你还有办法问问看。啊，新宫人，陛下怎样方能两全其美？哎呀，别当个呀，娘娘，那想呢，买妃嘛该有些7根的针。那现在不要东西，等一等，等到个杨氏老狗的情况，我到王房去勒杀个。买妃现在，好皇帝晓得该要问个呀。买妃哪能洗个？是啊。那么我好现在，哎呀，好皇帝啊，买妃哪能洗个啦？买妃该南菜洗个。南菜呀，那重庆的南菜了。
与70年中的从这个杨小奴真正危险。那么就一直加了古在里向，一直加了古在外头，弄得不起谁要送命的。70年中内菜当中，讲是讲70年中，具体讲我讲出哪样子70年中我也弄不清楚，话都已经推不够。杨小奴正常的人当小奴可不老头写出来，但是内菜有种小奴了调皮，可不老头不肯出来。啥的牺牲着水出来，他同的那个是啥弄不清啥，这个叫啥？这个名堂叫特医生。看老娘的这3个老娘有今年不黄的，水心里向把2里盐，像那个水会缩进去的。汤水呢不是把盐来去拉，像那骨头能拉头它，要洗了娘的胃里向特一个。个把2里盐水缩进去，大卡出调头这个调好对出来，而且这，那么只要把几粒盐，像那个皮肤嫩，把几粒盐过大痛会缩进去的，把它母亲的把点盐拉一把不灵，拉一把比盐加这起，所以呢，内菜种来加关，为什么加上大理山了，火都已经退来。弄不清爽，内菜的戏讲出来随便讲得落得去，没我讲，背不了错的。娘娘，你那一来嘛，我看满皮嘛西在好皇帝饭呢，娘娘李教师的皇帝自家听个呀，该讲不起个呀。那么那个那娘娘不是听嘛，我到王房不是听那个好了不好了。原来他们说的聪明人，上天上喊了不喊，再喊不语。对了。现在用不着些东西，等待梅妃养的辰光，我派人看了你到王房3查8令，努力告上。哪怕将来皇帝晓得来寻常个问题我怕回答你。梅妃那还是个内才是一个呀，皇帝的自家错改，这啥说不出。对行宫人，娘娘，司法审判照之而言，世人之为一家叮当。送上！哎呀，都这样子娘娘，都这样子娘娘子，不爱在神公子。哎呦妹，神公啊，不人工的，哪是不人工？哎呀，神水印别放出来的，神水印放出来，李长志叫我唱了，把到外头去一讲，受到皇帝的耳朵里向闯祸，我要救梅妃。李守出去，当时我要弄杀梅妃，我杀小事体，我死下来啥人再来救梅妃呢？是啊，沈水英啊，你要想害人，根本有句老话，死不周的死客家。对，说公好。哎呀娘娘，哎呀娘娘，不来噻，不来噻，娘娘。那杀脱我吧，杀脱我吧，不来噻，不来噻。新工人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娘娘，那叫不晓得呀。哎呀，我是晓得那娘娘的，那娘娘嘛好人，赏罚分明。是啊。上谁用来高手那娘娘嘛，那娘娘不要放开出来的。真是。哎呀，娘娘，上谁应能晓得的呀？该长几步不好的呀？那放开出来，那么该到哪里？哇哒开搞，满腹游戏在，满腹游戏在。李那一来晓得好皇帝的耳朵里不得了哉，皇帝晓得满腹有喜在，李那一来满腹没发喜在，娘娘那一家倒不好过哉。我也对的，唯有神水印了西家努力忙起的。哎呀，该桩事体你写得一半，写得梅妃有喜在。别放里出蓝宫，哇啦去当我手手到皇帝的耳朵骨里，皇帝心上我是梅妃不喜，我就不灵光光。这么难你来没干我已经答应你死于之战，我是这样放里出来的，自家一口是龙江子。喊来喊去个来怕聪明人，大家商量口。新工人，娘娘。此事在你看来谁后是害？哎呀，照我看起来，
别打哥。怎样？哎呀娘娘，那难得一趟嘛，小开放开起来，那小腿一伤不分明。像谁人呢？关啥开两公里？哎，开张几步要也没在去在那个好了不好了。嘿，事业大力商量，口里不是样样，但是点火气啊，总归有办法。对个，关上2公里，夜里个上去也是5位之。好，新工人，哎，也真是此。卡定在，时间一来，沈水印把柄这个事体随复为坠泪风声，分开子。那么娘娘过讲，叫沈水印来。沈水印进来见娘娘，娘娘面孔一白。沈水印，你哈谁无事？你是买飞游戏啊？刚刚不是游戏啊！哎呀，不是游戏，可都比哪位大个呢？都比都不是游戏啊！吃五次个那谁还要个啊？买飞是上病，上啥个毛病？血血动病，不知那不是想出来的。你哈谁无事？用尽狼功，关照新工人努力打下去。那么新妈妈一想，哎呀，伪装事体，沈水英还关起来，其他的女人呢，把上第二个人水英拿弄法，是娘娘请来帮忙。蓝宫里向还有啥其他的女人，统统调到上行。到辰光动手比较方便，娘娘相信来了，还是一口答应，怕人拿其他的女人统统调到上行。该在蓝宫里向一塌瓜子关2个人，一个梅无勇，一个沈水英。新妈妈呢，拿沈水英带回蓝宫，怕人拿沈水英房间差不多个人铁砂拉顶起来。门外头打理装好，拿里关进去，咵上一脚手，嘿嘿，那出不来着。本来你为好最动，手一上好，这个孽障比过去高你难过。沈水英二回已经来不及。新妈妈等到一些全部书记不人家全部追，想想这桩事体啊！我应当要去告诉不了梅妃听。梅妃还是聪明人，告诉你目的是啥？请你自家想想办法看。倘是有办法能够脱离皇宫，这是再好不过。所以一大路过来，到在梅妃的房门口一看，收下来，打进来。梅娘娘，哟，妈妈，你别亲手，好个，拿手哦，亲啊！身体收定过来，要想讲嘛，哎呀，这个事体你叫我哪样说法？一时得让讲不出口，所以欲言又止。嘿，你么子个，都比梅妃拉讲眼头，哎呀，不对。今在蓝宫里向的人，统统不打在外头随上我。现在新妈妈进来，哎呀，欲言又止。阿位出事体啥？快点门口。啊，妈妈，梅娘娘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了？实在聪明，一猜就上。出事体，大事体，大得不得了的大事体。性命进出的，某还非要某在，还是讲吧。梅娘娘，妈妈，不能猜啥个。好，是呀，上山应该没告娘娘，李能长老，李能得。梅娘娘，那想想看，还有啥个办法好盗吃看？梅妃想不得。上我在你房间里向讲点事体，沈水英越搞真功要怒我死！哎呀！我去当你
宋飞虽是有王的，上一代的王后是个米利西王后死龙家，弄我当日难过。而现在的王后也是我鬼眼真的，刚日我都见过死。哈，既然都谁不让我问，我没有用，这哈死。他对李妈妈什么人？没有死呀！不能让你说，你有啥个噻？真正有谁个人不是你呀？是个，我来表明心迹吧。梅娘娘，妈妈，男是男要死，男不好死个，梅娘娘。
来把命伤。娘娘跟随，为后举红妆，非则是你受尽一见浮浮山。腹中为鱼，亲儿郎，你人发够，要两身伤。美娘我见着能够出公羊，哪怕我分身三国一牛当。梅娘娘，那不好死过，那是一个手，不是啥事，那还我在。我当然要一道开口。这个哟，既是谁子，我用东西妈妈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咱放心好在，离场尸体，波浪的山了。哟，东西了。一方面安慰下你，胸部怕得引天响，白发阿玉一点点白。没办法，够拍胸部，没办法呀。不拍胸部呢，你要细干。这个叫没办法当中接办法。胸部拍好，出来嘛。现在一个人，啥人？王芳，谁是这个写出来拉皮的拉出来的事体？去现在里有办法的就买飞，没办法要洗个手。嘿嘿。可不王芳不客气，头脑之内一道气，所以新妈妈一大路出来寻王芳。嘿，你来寻王芳，王芳带下来寻奶子。那成功娘娘门前还是这个样，办法一点点没得，但是为大皇帝身不并不一些。嘿，到底聪明大语，办法有着，但是看我一个字不来。也去打新妈妈商量商量，到底你是去买飞了还是还买飞？我单位吃不准了。
所以现在一大路了醒出来了，哎，偏离棒队哟，齐妈妈，我正找你呢。哎呀，王芳，你也来寻那个齐妈妈，呀？我先问你呀，你方才在正宫面前又想害梅妃，你又想救梅妃，你到底是害她，你还是救她呀？王芳，哪能不能想起来个嘛？啊，我们当然救梅妃。你救梅妃？娘娘梅妃没办法用个缓兵之计呀，用的缓兵之计。现在梅妃不死，是啊，但不够救梅妃的办法倒没得。没有。王芳，哎，要能想想看，那有办法的定好，没办法的失误，梅妃要死了。哎，王芳，怎么样啊？那非要想活。哦，看来他这话讲出来，梅妃是我妈非想活。但是妈妈，我聪明人啊，但我商量总归有办法的。秦妈妈，你要救梅妃，咱家办法有的是。我有办法，可是定好着。对呀，啥个办法讲出来听听看。秦妈妈，现在只要朝堂之上有一个人，他肯出面相救，那梅妃就不死啦。我有个好哥，不知啥的娘人哇！哎呦，提起此人，赫赫有名，赤胆忠心，报效朝廷，又是王兄，爱民如子，非是旁人。昆山太师顾鼎成。小那个赤龙，你怎么打我你？想呀，固定着。是啊，该一品当朝。对呀，明哲保身的。是啊，啥个救梅妃？救梅妃，他正宫娘娘做代开不肯个。哎呦，秦妈妈，你是不知道啊。老相爷他现在是一品当朝，可他从前也是苦出身啊。最主要，那老相爷从前也是个私生子。啥么子老乡呀，私生子？没错呀。你哪能找事体讲出来听听看呢？来，我来告诉你。根本没有。王芳讲的，有什么句闲话啊？叫明日三国了，不好娘养。那三个人，第一个苏州人，玉心殿当中犀牛仔，要是金官生。娘发火后制成三是他四个养的私生子。其实呢，犀牛仔不叫犀牛仔，叫啥？真心实名叫申时言。历史上确有一人。金官生啊，不叫金官生，叫申官生。第二个，苏州旁边铜鼎东山，姓王对面一个王过了。王过了，小伙子，要是做生意的娘都是只星星，那么那天早上说着，那心里啊，哪个朋友瞎三我死，上电视那位瞎讲呢？人呀，不可能到星星做夫妻关，真的，搿桩事体的真的。哪位个嘛？王过来个伢呢，做生意的。铜鼎山上的菜被我养卖铜鼎脚，运到外头去卖脱。外头到底山上要用的么子，到山上脱水，来来回回跑生意的。现在讲起来，长途翻运做批发生意的。不晓得有一次，路线跑得远，火石盖高车载，碰上风浪，船翻脱，另外高头搿两块平起板，腾了腾。腾到一个小道浪，到是一个小道浪向，但是人分旁上慌的，人面跑过来只星星，搿只星星嘛不去3里，水浪向牙钩子撒下来不离去，搭里来等也好，那么一个人一只星星同居了山洞里，晨光上产生感情了，搿朋友谈恋爱子，恋爱成熟年。但是结婚在1年多的星星养小奴子，养下来个男小奴，咁想要还是想娘呢？想子娘是下级，出头出尾一只星星想要，还有想娘个然后身上的毛来得个啥？如此的小奴啊，讲你想做起，等浪等叫我辰光，足足啦2年，搿日子他发现，哎。一只手又叫了喊，叫不赢了，4个声音响不够，3盆火，
热里向火光看不出，但是衣马上去看得出来。受让人好生之德，拿里举上手，大力走去。搿只星星晓得男人小奴追他，但是只星星上杀的。划过来个夜，请受让人帮忙为出来拿星星撞他，再上手回到屋里，到屋里向讲清爽的情况之后呀，搞主播想不落。男人啊，你很干，你本事大干，但星星会得养儿子干。那么个小奴不管哪个男人的骨血，回出来屋里向没啥准备，隔壁人讲家里做了菜啊，男人们坐下来了，吃夜饭，小奴也不懂干，把那个台子上两只水抓来吃的，味道的蛮好盖，蛮灵的，手这个小菜好吃呀。一吃以后是奇怪。身浪向的毛慢慢就透脱了，一眼眼大起来，大师聪明，狗毛不忘，一口一口靠上去。种家牛，种上牛，到后来十个八香不得了，旺啊旺过了。我说得搿浪呢，大家打之后啊，看电视的看啥收拾，分看啥个，不要去说啊。我上怕有两个小青年唔清的，自家工作么不大称心，搿个老句么赚得不多，讲女朋友么搞不上，房子么搞地来得个巨，他老婆成问题，星星养个小奴自家聪明啊，那是好在女朋友不搞在，动物园里去专门去寻星星，搿个要成为社会问题个，所以大家受不要受。第三个就是郭定生。郭定生也肉认真说服娘是个阿头叫红梅，非常标致。老余话看中里找他的红梅有戏子，这个事体大女人晓得暴跳时来，但是想着家丑不可外扬，实在关着水房，小奴养下来，不许老余话去看。老余话觉着对不起红梅，心里想闷闷不乐，日脚一长，伤停故事。大女人面孔一白，红梅啊，这个小奴不是你老有话的，来打同日登白不规矩一样的，滚！不该啥该，不得有意杀米，娘儿子两家就赶出去。红梅我都有志气，拔腿拔，到外头拼命的走，山洞的养儿子小奴斗起来，让你读书。从小随打儿子讲，上去。手吃山要空的，非要看看那屋里向两个阿狗子啊，把妹家噻，没用上看，好好叫读书，将来出仕朝廷，为国效力，为百姓办事，为死脱个牙争气，为我为了让我娘争一口气。从小的教育家不一样，红梅屋的这个教育的好，郭定生读书用功。一口一口靠上去，种家牛，种上牛，荣耀归家。大女人哪么来接着？把郭定生赶出去了，啥个狗嘎三十呀？那不是讲我牙重吗？红梅我的好，为此儿子将来名正言顺，但儿子是为州狗嘎吧，实干了为州狗嘎。但此狗嘎非常门类，上牛富地，红梅作孽，想着没几年天福。平常积劳成疾，现在叫落结身败，狗屎子。红梅屋的狗屎，大女人要想破屁股在后门弄出去撞他们，那郭定生硬的。南木锅在马好，破了锅在上，请台锅在旁有台，开正门出去。红梅让儿子身上扎着这样一口气，因为郭定生从小随这样的口。晓得百姓苦，体谅百姓苦，这个样子应当为的肯居美妃，请妈妈放心噻。王法，请妈妈，你那说起来想也肯救个咯，一定肯救的。那么拜托呢？怎么样啊？
爸的想呀，请想呀帮忙，弄买回就去开始拉倒子。哎呦，亲妈妈，你也结婚了呀？啊，现在我没有腰牌，怎么能四处王宫呢？这样，等到明日早朝退罢，我与老相爷当面细说，让他把梅妃马上救出宫去，不就行了吗？对过一要听没问题，那么当地那行业要何为其说？